各位 Champion Mum 嘅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 Mindcare 嘅創辦人 Candice。其實係準媽媽啦，或者係預備生小朋友嘅媽媽啦，或者係產後嘅媽媽咧，其實佢哋嘅睡眠問題咧都差唔多。我哋話有70%，佢哋呢 group 嘅 population 係有睡眠問題。一般嚟講咧，我哋話研究嗰啲 studies 嗰啲數據咧，其實女性係高出男性嘅問題啦，失眠嗰方面咧1.6倍到咯。其實女性失眠嘅原因好多原因，因為一嚟佢哋有好多壓力啦，要面對譬如工作啦，同埋面對屋企嘅角色啦，又要多重身份去到即係周旋啊。咁變咗一般嚟講咧，而家現代嘅女性咧，佢哋面對嘅壓力比好多有陣時男性還多。咁同埋佢哋嘅情緒比較波動啦，因為荷爾蒙分泌啦、激素分泌咧，喺女性裏邊咧都係成日都會有啲唔同嘅波動，因為女性嘅週期啦，同埋有陣時可能甚至中年嘅女性，佢可能要面對更年期咧，可能又會令佢哋個焦慮情緒啊、抑鬱嘅情緒又會多咗。咁所以女性係多好多呢啲咁樣嘅方面嘅問題，令到佢哋嗰個睡眠質素會差咯。如果深層睡眠即係可以個量係好，個質量好，咁其實係會變靚啲嘅。因為佢會減少好多你嘅老化問題啦，細胞嘅修復啦，同埋細胞嘅更新啦，同埋你記憶啊，全部你腦好多嘅功能咧，都係喺深睡嘅時間咧係工作可以做得好嘅。咁所以如果我哋譬如又想記憶好啲啊，想個人 function 得好啲啊，個腦退化慢啲啊，年輕啲啊，嗰個細胞皮膚老化慢啲咧，其實深睡嗰個時間同埋質量都好重要。成年人咧，我哋希望咧佢都瞓到6至8個鐘，即係7個鐘咧係其實係最好嘅。咁但係好多成年人都未必瞓到啦。咁我覺得首先可以俾佢哋做一個情緒健康或者睡眠健康嘅評估，睇下佢哋譬如個深睡時間佔幾多啦，同埋真係瞓得着嘅時間又佔幾多啦，同埋每晚醒嘅時候又有幾多次啦。俾一個家用版嘅一個檢測儀，俾佢哋拎翻屋企。咁個檢測儀咧就係你瞓超過4個鐘咧，佢就會已經有足夠嘅數據，知道你4個鐘裏邊咧，你醒咗幾多次啦，或者你會唔會有陣時有呼吸暫停嘅次數啦，佢哋都會量度到嘅。咁跟住，譬如個深睡嘅時間又佔嘅比例幾多啦，淺睡有幾多啦，咁跟住你實質真係瞓咗嘅時間、清醒嘅時間喺床裏邊又有幾多啦？咁呢啲其實全部嗰個檢測儀已經檢測咗啦。咁跟住咧，同埋裏邊咧亦都有一個數據，就係你神經系統，譬如自主神經啦、你交感神經啦，同埋你一啲嘅迷走神經，唔同嘅精神同埋神經系統嗰個平衡指數咧，裏邊都會有嘅。咁我哋睇完呢啲指數之後咧，睇到個報告啦，咁我哋再會深入去了解翻，去面談，同埋有啲嘅問卷會 check 翻嗰個嘅成年人啦、青少年又好啦、小朋友有冇一啲嘅情緒問題，有冇一啲嘅抑鬱，有冇焦慮，有冇精神緊張，咁呢啲都係面談裏邊我哋都會做嘅。如果真係發覺你嘅小朋友啦，或者你身邊嘅人啦、枕邊人啦，或者你嘅家人咧係有睡眠問題啦，或者情緒問題啦，我都建議去盡量盡快去尋求一個專業嘅協助咧。咁我建議係可以睇返臨床心理學家。